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拜四下晝嘅客家清醒會，我係陳延壽。也嚟到下晝2點嘅停電呢，我停電仲要聯行疫情指揮中心來關心近邊國內清醒嘅疫情發展。也呢一個國內嘅疫情呢有較寬呢，可能呢大家較注意到嘅部分呢，最主要呢就係愛用嘅紓困，還個有用嘅來進行。一般呢台灣呢上喺東江呢，主要嘅疫情控制下來哦，防疫呢會做到安好，最主要呢除嚟講，因當然呢看到從喺指揮官陳時中嘅亞條防疫5天以外呢，嘅其實呢係有動到民眾動到防疫嘅，加到呢咩動數錢動3萬哦。因見面呢我同大家來小結就係講，可能呢對於疫情發生以來呢嘅民眾啊嘅啲看天時嘅時節，就動家會談到嘅看到嘅一個防疫態作戰嘅一個樣片哦。嘅鄉親朋友假使啲看天時嘅時節呢，可能談到嘅咚咚等按用嘅上就提講，因為防疫態作戰就準備要開始嘅，加到呢會同人哋講動到有關防疫嘅知識哦。今天呢同大家來小結講，因為防疫態作戰呢，清楚有啲28嘅防疫當中發揮嘅同重要嘅功能，而清楚主要呢係用同簡單嘅方式，行過有同大家來講，接下來一下啥地方親關心，大家親關心嘅事情，所以講呢從先前啊，從喺5月連休假期嘅時節，因為防疫態作戰就教大家講，假使人見到人家多數菜，為用注意按到乜計，就要用各種同大家知道講親群親集群嘅方式呢來宣導防疫知識，係講呢以親貼片咯，而係用各種語言來推廣一種防疫知識。從而呢假使民眾呢有動關心因為防疫態作戰嘅樣片，就看得到其實地圖呢唔但像有方言有河洛話，咩睇到人嘅客話，然後呢因為防疫態作戰故意團出動中心和老記翻譯做像係相對原住民嘅醫生來講，像係排灣錯嘅話，還有有種布農錯嘅話，鴉片呢就談得到，然後呢像係新出名嘅語言呢有談得到。今年呢，也嘅衛福部次長也嘅何基光來到人哋客家電視台接受人哋專訪，佢就講到佢係做也嘅防疫態作戰嘅時節，佢係用嘅按用心3萬來作為故業歌唱來看人哋新聞報道。大家好，我係衛生福利部嘅次長何基光。杜強條面前老大家上家門，衛福部次長何基光每禮拜指揮中心殺起防疫組嘅組長，幾度指揮中心開會，大家咪都有看過，其實佢係先做關係台嘅行業。爸爸佢做關係農教高中，所以我從細就是做關係台。小學嘅時節是讀關係國小，關係國中，高中是來台北讀師大附中。考大學嘅時節是考到嘅高雄幼兒園。何基光到禮拜防疫工作後，出嚟衝條台前冇涵蓋衛福部長陳時中到地發展接受批准，相互分工合作，喺係啲下會支持介入，下會辦防疫態作戰，先拖上片嘅觀戰。武漢肺炎嘅疫情同全世界拆開來，呢度愛講大國內沙期間，關於15分鐘，講學路係20分鐘，講學教法係冇嚟1點鐘。到禮拜之前爆發是5週年以來，何基光明講已經當久冇看到武漢人咧，因為本樣食我到大啲故鄉，不過佢咪小講已經關咧，為到照顧民眾嘅空氣，暫時留武漢人分開，到防疫工作後展現客家人堅持擔硬嘅精神。客家新聞前前會前面之特別報道。可能睇緊你家下呢，你看到一個何基光佢翕嘅樣片呢，都會知道佢面數認真佢係翕嘅動到語言嘅一個防疫態作嘅真嘅樣片，同大家呢來宣導防疫知識。而家呢仲有兩項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等等就來開始哦，而家呢就來看一個記者會現場情形。親自主持，那另外陳副指揮官同時也在記者會上。另外出席的是我們資訊組的簡宏偉簡組長，那在右手邊的是我們社區防治組莊仁祥莊副組長兼發言人。現在就請我們的指揮官來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這一天來一個工作的一個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案例哈，那累計我們現在420人解除隔離。那至於昨天到達的俄羅斯，從俄羅斯回來的
的朋友们哈，他们大概昨天有9个在机场采检，好，那剩下87位哈，我们在检疫所采检，那结果出来也全部都是阴性。那另外因应哈未来哈整体在防疫的新生活里面，哈都有很多的一些需要登记相关的资料，那以方便在疫调上面来做一个快速的联络。好，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公布一个10连制的措施指引，好，让要实施这样的10连制的单位或地方或场所，好，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就是一个指引可以遵循。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那个检处长来给我们说明一下？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个为了呢来维持国内疫情的一个稳定控制，而且呢让民众的生活跟产业的经济能够在具备一定安全的一个条件下，逐步恢复正常的一个运作。所以呢，我们咨询相关的专家跟学者，还有相关的部会一起会上以后呢，我们就公布这个防疫新生活运动中的10连制的措施指引。那在这个10连制的措施指引里边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明确告知，也就是说要明确的告知，要收集哪些资料。那我们是以最少的资料来的这个为原则。好，那还有收集的目的，还有谁收集，那还有要怎么用。好，那这个必须要明确的告知。那第二个呢，是这些所收集的资料只能保存28天，那28天以后就必须删除。那同时呢，第3个原则就是禁止目的外利用，你不可以收集这些资料以后呢，拿去做其他目的的一个使用，那这是严格禁止的。那同时呢，这些收集的资料只有在配合疫调的时候，由卫生主管机关来要求之下，来才能够去使用。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注意整个安全的一个维护，这些资料不管是电子的或是纸本的，它都必须要指定专人来保存。那同时呢，也必须要做到保密的一个原则。那当然很重要的，因为个资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要求，如果是使用电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它的安全防护必须要做到很好。好，那避免说因为收集这些资料以后，那反而被人家拿走，那这样就很不好了。所以我们在整个10连制的措施指引里边，好，那我们就是有这样6个原则。那至于用纸本或电子的，好，那这个我们并没有特别的限制说只能用哪一种，那只要能够符合上面的原则就都可以。那更详细的整个措施指引就会在疾管署的全球资讯网，好，那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专区重要指引跟教材中，好，那都可以下载。那以上是针对整个10连制措施指引的一个说明，谢谢。好，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运用在10连制上面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所以特别也这样订立这样的一个指引，主要是一定要来告知。那告知大概有很多的方式，各种的方式都可以。好，那第二个就28日内就要把它删除。好，28日后了哈。那不禁止目的外的使用。听说近来好像有一些资讯外漏的情况，那这些都在我们的禁止的情况。好，那专人保存，那一定要来保密。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尤其是在电子化的时代里面，这资料的收集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那另外，在整个我们在住院，除了那天在精神病房的我们的比较松之外，那基本上我们今天大概也对于相关的病房做了一些放松。那最主要是除了一些病房之外，那最主要针对说住院比较久的。住院比较久，就要超过7天这7天以上的病人，那大家可以探视，那1天就是一组，那2个人为限。虽然是有限，但是我们针对就是说病人可能在住院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些亲人的探视，那心理上也会比较平稳一点。这是每日一个时段，那每床2名访客。那当然包括以前有讲过，比如加护病房、安宁病房、呼吸照护病房、精神病房、儿童病房、身心障碍者。那病情危急的时候，那住院天数达7日以上，相关这样我们都让他可以每天有一个时段，那每床有2名的访客。
好，那以上今天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哈，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指挥官好，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因为今天那个陆委会有针对香港，他们有提出人道救援方案，想请教一下指挥官，就是这个如果说到时候这个人道救援展开之后啊，我们这边的边境是不是会特别为这一群有需要的人而开？那针对他们来台湾的检疫措施，会有一些初步的规划吗？谢谢。当然，现在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情况。好，那不过是人道的救援，我们当然是不会反对。那不过进来的时候还是要根据现在的检疫的规定来进行。好，那当然会未来是我们一些相关其他的对于检疫的一些的一个新的方式，那都会统一来办理。指挥官好，东森电视这边有一个问题要提问，就是有一个台商他想要回台奔丧，那他也按照规定居家检疫，然后有自费筛检都是阴性，但是在结果出来当天也是按照规定也跟卫生局报备了，然后要出门的时候却不断接到警察跟公所的电话和简讯，说他是违规出门，然后在这1个小时里面他有说至少20分钟的时间都在跟警察跟公所在应对这样子，然后他想请教的是，在警察跟公所跟卫生局之间是不是有资讯不联动的状况？那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亲戚要回来奔丧，他也担心会遇到一样的事情，想请教这个联动的机制，他们之间是有在互相沟通的吗？谢谢。那基本上的联系的机制应该是有，不过以个案来讲，那显然是没有。所以相关的这些个案我们也请教相关的单位来加强这样的联系。那也请我们那个副指挥官也再去检查一下。部长好 ，ETtoday 询问，想要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公布这个10连制措施的指引哦，因为里面有提到说，就是这个资料是最多存放28天之后必须删除或销毁。那我们有规划说怎么样去稽查说他有没有删除或销毁，或者是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罚则吗？或者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资料外泄的情况，这会不会也会有相关的处分？这样，谢谢。非常谢谢。那我们在整个这个规范里面有提到，就是采用10连制以后，它必须指定专人来做一个保存。好，那删除以后，它也必须做成记录。那我们现在其实删除以后，好，那我们也正在拟定，就是说到时候的一个稽核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说罚则的部分，因为是收集个人的资料，所以这些就回归到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相关的一个罚则跟规定去处理。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华视提问，就是针对长庚的部分啊，有研发出这个抗体的药物，那不知道指挥中心这边怎么看这样子？没有，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方向哈。那当然有这些新的药物，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不过它还是要经过这 FDA 相关的一些程序。部长好 ，TVBS 提问。第一个问题是在昨天泰国的国人返回到泰国之后，因为我们有特别提到，其实台湾社区是非常安全的，但他们有14人被认为说是疑似病例，不晓得我们针对这14人原本在台湾的社区有没有相关的掌握？那原本这些泰国的伙伴本来是在台湾做什么事情的？另外，像这2天文华东方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有宣布。住房的服务要先歇业了，那不晓得说这么大型的这种国际酒店集团都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他们在声明也有提到，其实认为复苏之路很长。我们针对这个边境的开放，未来有什么样因为这件事而有所调整吗？谢谢。有关我有在报纸上面有看到，就是14位啊，就是由台湾返泰国的有被误以为是这个怀疑可能是这个武汉肺炎啦。那应该还是他们应该只是初步的怀疑啦。好，那是不是有检验出来，有进一步检验结果，我们还在跟对方在查证当中啊，以上。至于大型的这旅宿业当然我想都有受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影响，我想大小型都会有。
好，那不过政府有相关的纾困，好，那未来的边境不会因为这样的事件好而受到影响了。好，我说应该在怎么样安全，我们就该怎么做。那当然希望在纾困上面能够能够帮助他们，不过这是2件事情了哈。指挥官好，凤凰卫视想要提问，就是成功大学已经启动那个实名制调查，想要迎接那个陆港澳学生返台就学，想要问一下，针对境外生返台就学，这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措施，或是跟教育部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讨论？谢谢。2个，一个是教育部哈，他们这边做他们的一个必要性的考虑，哈，可能会比较针对说，哈，毕业在即的哈，那有的学位生，哈，因为他可能有相关的一个急迫性。然后第2，当然要看看就是说基本的一个检疫的量能，哈，是不是足以来哈承担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回来？那在我们这边只是要求一样是要居家检疫14天。指挥官不好意思，想问一下，那时间上有没有一个规划？时间上的规划是在教育部哦，他们就等于教育上的需要，还有一些学位生的相关的毕业的时程，他们去做规划。指挥官你好，寰宇新闻提问。因为昨天就是宣布说6月7号解封后，那个指挥中心记者会改为1周1次，那有确定初步是哪一天要开记者会，1到5哪一天吗？谢谢。那以前的传统是礼拜2，那未来大概是哪一天？我们现在还没有定案。不好意思，工商时报提问。今天早上国民党有开个记者会，在针对我们卫福部的一些社福团体的纾困，分2块，一块是针对机关的部分，就他们说，我们对于这个社福团体的员工的补助是只有加班费跟水电维持费等等，而且这个团体过去5年还要办过政府的业务才行，所以等于说这个申请的门槛蛮高的。那相较于文化部纾困每一个团体最高250万，这我们的是蛮少的。那第2块是针对例如说身障者的纾困的部分，每个月只有1500，那相较于劳工或观光业的员工的薪资补助1到3万元，那我们的好像这个也过少。他们是希望说，除了机关的这个社福团体的补助可以提高之外，身障者的纾困希望也可以增加到每月3万块。那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加码呢？谢谢。当然我们会是需要的情况来做讨论，这是第1个。那第2个，其实这里面都有，不管是我们本部的，还有劳动部的，都有相关不同的补助。那对于个人，我们除了那1500每一个月1500，3个月之外，那也不管就是说也不排除我们的那个扩大或增列的纾困里面，这2个是可以并行。好，那至于在劳动部那边有安心就业方案，然后还有歧视商工的方案，那等等会有做相关的补助。那还有一些有停业或是员工在安心就业这边，好像庇护工厂呢，也可以补助到50%的薪资，所以是有多重的。可能这样一笔看起来好像没有一笔这样大的，但其实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的补助。好，那我们才会在实际上有纾困的需要，我们另案可以再来谈。焦点事件，今天公布10连制措施指引。那日前行政院有表示说，想要透过健保卡，就是全民健康保险凭证发放振兴券。不知道这部分的适法性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就是卫福部以及行政院治安处说明一下这部分跟各资法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讲说用健保卡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当然它还是有法律的一个授权依据。好，那依照这个相关的这个包括特别条例啦，或是相关的法规。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相信在这个法制上的作业上，那我们法制组这边也都会有去研析。好，那10连制的部分的话，最主要的是在于说，怎么样让这个包括非公务的机关，也就是包括一般商家的部分，依照这个指引，来逐步的恢复正常作业。所以这2个的一个目的上，其实还是有所差别的。谢谢。
对，未来在振兴券的发放，那当然现在都在规划中。不过总统或是院长这边都有再三交代，要以最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那至于如果需要使用到健保卡，那当然是要以某一部分的授权才可以来做。主位官好，对不起 ，TVBS 在提问。我们知道，其实开放边境国门这件事情是非常严格缜密的。比方说，像日本、西班牙，即便他们开放了，我们还要在讨论中。但因为有很多的大型旅宿业，他们也许需要一定的期间来评估他们到底要撑到什么时候。恐怕不是说一直领纾困就能够暂时解决他们生计问题的。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许维持多长时间的零本土或零确诊，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讨论，或是已经在讨论了呢？以及有些国家其实蛮希望跟我们谈，就是在一定安全的条件之下，也许观光会恢复。我们目前最新的状况大概怎么样？谢谢。我们不会有我们这边几个零确诊，这我想也讲过几次，这表示台湾安全，并不表示境外过来是安全的嘛。好，那这里面就是我已经讲过，就是这里面我们大概就是有关于经贸的部分。在这里面我们会首先来开人道的部分，还有医疗的我们的那个国际医疗的部分会来开。那开回来就是他这边来，现在目前要14天的检疫。那进来是有参加检疫旅馆的话，他可能就能够有一部分的收入会比较好。至于观光里面，我们大概知道非常非常的慎重了所以目前的阶段还是像行政院所昭示的边境风险严管。那境内开放这样的一个原则，先把这事情做好，然后再把新生活的就防疫新生活能够内化，那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防线建立得很坚实。那境外在风险评估后，我们的防疫上面能够做得更完全，或者相关的一些检查检验它的一个能够更精准，那才会来依序的来开放。那个自由时报提问，就是6月7号以后就即将要大规模解封，那企业这边对于一些开放的指引还有一些问题想请问，因为例如员工餐厅的话，他们在想说到底是装设隔板比较好，还是分批让员工进去进餐，哪一种比较推荐？然后还有员工宿舍的部分，有时候有健身房、交谊厅，那是不是也建议要采取实名制，还有戴口罩这些措施呢？谢谢。分批进餐或是有隔板都很好啊，看他餐厅的大小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在交谊厅里面有安全有社交距离，就不用戴口罩。对，就不用戴口罩嘛。有戴口罩就不用安全距离，有两个选一个就可以了。抱着提问，想要请教一下，我们这个10连制的措施指引，它是有仅供参考吗？还是说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去做？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刚刚提到说会放进专区啊，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想请教是今天会放上去吗？还是什么时候？这个指引的话，那我们这边其实都是有依照这个法令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来把它做整理，做成这个指引，所以在实施上是必须依照这个来做。好，那第二个就是目前应该是我印象中是1:50左右的时候放上去，那我们等一下再检查一下，那今天一定会放上去，谢谢。对不起，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时报提问，我们现在有关于口罩跟那个这证券的发放都用 IC 卡，那 IC 卡事实上它使用它有一个存取资料管理办法，那像外界质疑说我们现在什么都用 IC 卡来放的话是有违法之余，不知道我们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谢谢。我待会有再补充一下，因为依照他那个资料存取管理办法，他是说他必须做医疗用途，还有健保申报健保的一些相关服务。那不晓得说我们用振兴券用健保卡来发，我们的依据是什么？谢谢。振兴券这事情发放，我们要选择一个办法。那当然法规的完备没必要去做。那口罩这是没有问题的。
不然在振兴券这部分，我们在法规上面我们会怎么样去做一个授权吗，或是一个相关的讨论吗？对，当然要做，一定要在法规面一定要完备嘛，哈。所以现在还没有说确认要用什么方式来做，但是我要用什么方式做，那一定要在合法的范围来做，好。不好意思，刚刚那个开记者会的时间在补问，所以6月6号到6月6号跟6月7号这2天也是一样是2点的记者会吗？还是时间会有一些改变？6月6号跟6月7号，目前来讲没有准备要有改变时间的打算，嘿。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家下呢中央旅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就已经结束的，家下呢指挥中心係宣布，今日台灣疫情還係大部分天共用還係維持啲無確診，然後呢台灣已經連續呢46日都冇出現本土新增加嘅病例嘅。故所呢，這裡看到呢，到廿下為止，國內嘅累計確診人數還係維持啲441人，可能呢大家呢都從外共用都同希望呢嘅數目是係盡量唔好再個有變化。然後呢，廿下基礎隔離嘅人數呢係僅增加幾件來到423人。因此講呢，廿下台灣疫情大部分天，故所呢指揮中心還係共用健同大家來防疫，一個防疫新生活的運動，希望呢大家會好好來配合。然後呢，針對一個防疫新生活運動，近比啲指揮中心又有公布一項新的措施，主要講呢，其實一下呢同道嘅從係店家，還有從同道嘅公共場所，為了配合防疫新生活的運動，輕鬆有一概念，就係會用實名制，就係會提供係乜嘢來到乜嘅素材，故所呢可能有同道素材都需要一條銀行嘅資料。一下呢又有同道民眾當然付費講講，一條店家為嗌資料為做乜嘅呢？故所呢近比指揮中心就特別同大家講，提出了一個防疫新生活運動4連制的措施指引，總共呢提出了6項指引哦。其主要呢就會同大家來解釋講，政府為乜條資料有乜嘅條件同限制，韓國呢係為用來做乜嘅？其主要呢提項原則呢就會為同大家呢來講清楚，講呢大家呢哪一條資料清楚要呢係為用到乜嘅素材，韓國呢係為做乜嘅？一條相關嘅天資資訊將會保存28日，第28日過後所有嘅資料都會刪除的。然後呢，咪總定拿來做像係實名制啊，韓國有同防疫有關嘅其他用途。清楚嘅呢係為本大家了解講，一啲資料呢做前呢係為拿來配合做疫情調查。最講呢，現大家都提講，今年嘅資料係非常重要嘅，總得本人現在亂拿去用嘅。故所呢政府呢咪同大家來講，要加強安全維護，韓國有治安維護也幾重點。希望呢大家呢做得好好來配合政府嘅防疫措施，希望呢強下留意嘅疫情控制到很好。然後呢，近比指揮中心有公布嘅一項新嘅措施，就係講一下啲語言鴉片看病人呢一個相關嘅規定有再個變用嘅。之前幾年嘅時節，指揮中心係公布嘅變用精神病科嘅病人呢做嚟去本家條親戚朋友去看呢，近邊呢係清楚要係講公布嘅，假使呢係驗超過7日加加病人，家條親戚朋友都做得再個去看嘅。一下呢規定呢係因為做嚟強係限制一組嘅民眾去看，佢一組簽到2-3日，希望呢一條驗證講係驗卡舊嘅病人，可能家條心情係會較消緩，個假使有家條親戚朋友去看，佢可能呢做嚟外呢都家條佢就有可能會好多限壓腳，那就會針對講一下台灣嘅防疫措施，又有再個來變用新嘅規定，那就係因近比指揮中心都向同大家講到嘅新嘅重點。我現在呢，我這個同大家
家带来嘅就係一啲客家電視台也會同大家製作嘅一線成績嘅專題報道。而呢一啲一線成績嘅專題報道係用同多嘅面向向下來呢帶領大家來關心講，其實呢也喺一啲疫情當中唔單止係講，亦係確診增加幾率，韓國有像係技術隔離民眾有增加幾率，也條數目是雖然講同重要，唔過呢還係有同多嘅面向係。大家呢為向下來關心咩？今邊呢同大家帶來嘅專題報道係來講到一啲數語現象。唔知大家有注意到冇？當然呢，也喺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當中都有看到，邊上方呢有一啲言語呢，呢度呢就係呢數語現象，而前主要呢就為服務一條睇唔到嘅民眾。其實呢一條睇唔到嘅民眾呢，加條咩有一啲第一知識，最講呢加條咩東西有政府相關一個防疫嘅資訊啊，還有關疫情呢情形消息。故所以政府為了照顧一條睇唔到嘅朋友，就特別喺一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當中，搶來數語現象來做即時嘅反應咯。唔過呢，一啲為成為一啲數語現象，其前主要為要乜嘅專業咯，為做一啲專業，做啲服務，停定嚟服務一條差唔多嘅民眾嘅一條數語現象，佢要為需要乜嘅條件，係我哋佢為付出呢條3萬過後，就做啲為成為一啲數語現象咯。稍後呢就嚟看同大家帶來嘅專題報道。有必要說重新回去看14天前的那些相關的症狀，都要把它 review 過之後，才能夠解除隔離。但係下晝2點嘅武漢肺炎疫情記者會上，小兒翻譯人休安當數落嘅大小兒，搭配300嘅表情，落講為人嘅意思，落心情，翻譯本堂中人師弟，而傳達提議性嘅風紀自信。聾人文化是什麼？就是用視覺語言，而不是用聽覺去汲取資訊。所以在中國的手語，它的那個新冠病毒，它的這個病毒的形狀是這樣子的。那在日本呢，日本他們手語研究社裡面，手語研究會也有研究出來，他們是這樣子，然後也是這樣打開來的，針對這個病毒的這個形狀。雖然小兒翻譯人對記者會嘅表現，本小兒受到注意，不過平時嘅新法度，就喺部分電視台啦國會片頭，啦行政人記者會，有小兒新聞也嘅翻譯，前到any窗頭得到消息嘅通路，做啲講係完全看唔到小兒。甚至風紀公告，每次要有上報你嘅版本，因為那個唔係用母語來看，唔係用母語來輸入嘅訊息，個輸入嘅東西，從可能一節一節的呀，冇完全啊。大家好，我係假日學習書法先生，為到愛學識做好風紀，而到台灣嘅人啲國語識。大家冇注意到嘅事情，小兒人訂離婚自家來做小兒翻譯，42年嚟。佢老倆透露，盡做市民，落家老公兩沙，強下落風紀公告，翻譯做小兒人片，為堂中人士傳授風紀自信。美國911那2棟雙子星被那個恐怖組織，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有記者去拍那個影片，不過太敢隱瞞啲黑馬嘅事情啊，嗰時候也沒有字幕。字幕也是懂零散，剛才就有朋友懵嚟講，佢係咪啲個變魔術，把大樓變不見了？看查案的主播正在當下播報那條新聞，也都跟上下左右沒有相關聯，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讓一個聾人在用他的視覺去汲取資訊的時候最不平等的地方，因為他如果說一樣的傳媒、一樣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工具給聽人跟聾人來使用的時候，聾人永遠只能看到最表淺的大標題而已。這種假點中文世界，很多農民提走師傅，社會部上台慢至3萬斤。日本人啊，客家菜啦，客家料理，有機會去到南非。下擺個的翻譯現場未考入小兒人嘅2年能力，原本下會、河道會都可能會督到。對訂離婚來講，下會係此時只曉嘅母語，唔過曉安撒旦詳細世界聽阿妹轉妙力加功夫卡張堂嘅多，所以為到外本之家要到會語嘅能力，曉安到前到小兒人都當手牽去學其他嘅會語。懂甘苦，看到咧。你看這個多標準，他
他念的超标准的。那如果讲客语的人越来越多，或打手语被看到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这个供给面背后就会带到你的需求面，就是你会让一般的主流社会看到，哦，原来讲客语的背后是一群客家人，有一层客家文化在里面。那你打手语的背后有一群聋人，手语有1-3年用，2-3年用，我们还是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你总唔得讲你按 sale， 那就把这个语言就漠视了，我就看不到这个语言，总唔得按呢。小二翻譯人嘅條路唔單強衝條技能，到背呢狀環未動效好精神。一般來講，2到30分鐘就會完英上衝。俩之前沒有看前度資料，補充此呢來應付現場突發嘅情況。小二人記得希望社會做啲從事安樣嘅專業付出，未做啲打幫安樣看到聽眾認識嘅 CQ。客家新聞只用盡網絡宣傳非線特別報道。我今日對 NN 新聞報道度空呢，就嚟看到，我身為一個數年前上正經係無按怪哦，除了呢，我反映動腳，韓國呢，我喜好動到新的知識，所以講無強用國家針對一個新型群眾偏頭而畢業方法就無強用，下面呢係一個數年前上我隨時自家呢來補充來自家加強自家能力咧，然後呢也條呢認真講。接送呢啲反映嘅世界會讀到無強用語言，啲語言一部分呢係加掉呢為千上網去下一個功夫嘅哦，仲係要動到嘅數年前上再特別去學其他語言，係我就下發一部分就係講認真要按到嘅數年前上這種辦法呢來照顧按到他們多朋友，係非常感謝一路數年前上第廿8嘅防疫當中嘅加掉前嘅一份動態嘅心理咯。好嘅，有關人健俾同大家帶來嘅整體新聞。報道，稍來呢，我就會同大家帶來呢係國際方面嘅消息。而家呢，台灣嘅疫情控制到大半天，唔過國際也方面就唔係按用嘅。主要講呢，一下美國呢都健比前前嘅統計數目是，美國呢特別到武漢肺炎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43000人多。而你看到呢，一下美國嘅確診人數已經增加到1693000人多，韓國有死亡人數未來到40418人。一下呢，美國嘅確診人數還係強用係全世界前多嘅。佢針對一個美國呢疫情案例開，其實一個美國嘅疫情同前一波來比，整件呢講起來係有卡翻嘅。唔過呢，死亡人數同確診人數都還係見增加。你看到呢，一下嘅舊嘅美國嘅疫情呢，前主要呢係集中啲東岸一部分，東岸一部分嘅疫情還係有卡厲害嘅。佢針對講也有動到人批評講，美國政府係唔係防疫也部分係出問題嘅。其實呢，美國總統川普呢，佢就是假來批評講，都係認證中國嘅片安抗疫情將會造成美國安泰嘅傷亡，更加擺落一個武漢肺炎，實際工作係中國偏頭造成嘅。當然就會講，一個美國嘅死亡人數同確診人數還係漸來漸增加，就有專家就當時講，雖然講呢一個偏頭啲熱天嘅時節加卡無按發跳，唔過呢專家還係認為美國呢都有可能今年的熱天又有可能會再個爆出另外一層的疫情。稍來呢，嘅美國都帶為樣嘅來防疫情經濟經厲害咯。來看 NN 新聞報道。新冠病毒疫情從在起美國死亡人數的採的時間27超過130人，做得講同美國過去44年的韓戰、越戰、伊拉克、阿富汗一條戰爭當中，死亡軍人同父母嘅重量，對官方記錄提嘅死亡案例都18年放生者，每張短短的冇到4年。美國媒體按動任命總統川普27轉到拍中家下冇任何嘅敵人，對於媒體嘅問題佢參與數天天冇講乜解。唔過媒體唔想表告佢，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下係當場嘅報道來批評佢，認證川普兩頭風嘅有問題，將使到偏頭啲美國制度安家。You don't want to see panic because there's no reason to be panicked about. But when I mentioned the flu, I said actually I asked the various doctors, I said, is this just like flu? Because people die from the flu. 今日大家下美國疾病管制統計辦中心 CDC 就警告，聽說會爆發疫情要嚴肅地面對。不過川普表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雖然有點唔正常，不過控制了以後，韓國當年認證流感死亡嘅人數比新冠病毒還加多。I want as few a number of people
to die as possible, and that's all we're working on. 一切到3月咧，美國疫情大爆發，川普曾宣布全國入到緊急狀態，用撒狗期嚟壓到政策，唔過已經停滿咧，平頭已經啲美國擴散。從在期紐約州希望在嘅媒體多多愛用崩潰來運送，才啲救援業務咩強強會捱唔下去嘅。救援人員當然平均共天發嘅次數對4000多增加到為7000多，醫院當然都為永遠現在新冠平頭死亡。One of the hardest moments was having to see a family member of a COVID patient say goodbye over an iPad rooms away. And it's just hard.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like yesterday, and you kind of worry about what news you're going to get. And 疫情太流行，咪可能將美國階級種族造成嘅唔平等問題。照官方統計，美國人口13.4係地主血統嘅人，唔過但搶到4月12日，新冠病毒死亡嘅人有60係幾多。CNN 講少數民族老人家動為刺到病毒，現在拍電階級嘅朋友做地啲不可做事，看唔刺到病毒，就算冇被刺到，現在疫情造成嘅經濟影響，每時都超過3000萬嘅美國人生活都困難。It's very important. Vaccine or no vaccine, we're back. 就算川普下後面對疫情嘅態度有改變，唔過佢係唔顧風險，多多嘅推動在國內發展經濟。哥倫比亞大學所禮拜講，係講美國卡祖地位要行通，比種從係限制撒狗期里，至少9月到36300人。華盛頓大學派到半夜大家下死亡人數會有13人，等到秋天會爆發另外一次末，也下無人敢講。記者7萬人編譯。美國嘅片嘅情形真見東嚴重哦，也呢就有人批評講係美國政府嘅反應太慢咧，咪有人認為講係美國嘅人民夾到自家無按強心。唔過無論用嘅也呢美國為主動嘅疫情檢測幾厲害，其實呢還係考驗到美國政府嘅應變能力咯。我關係到美國嘅片嘅情形，也呢為這個同鏡頭細轉來關聯。最講呢認真講，也下台灣疫情已經控制下來嘅，也下呢個現時政府都3萬。未來做政協呢，希望呢一個經濟發通做得更加甜同起來喲，希望所有業者政見都捱唔下去嘅。上禮拜時間呢 ，NSC 官陳時中許多嘅檢定來同大家呢來行銷檢定嘅觀光同旅遊。一禮拜呢，佢哋都冇限咯，佢哋下一下啲檢比下注韓國有啥來也建議，都會連帶許多其他因素哦。你看到呢陳時中啲檢比呢，前主要呢會先許多行做天公業會去討厭，然後呢都會拜六時節佢還會許多台南嘅片，我嚟聽隨小觀光哦。你看到佢檢比呢許多。前主要呢，許多檢比許多討厭新做嘅片呢，前主要呢係愛看到也嘅。許多新做嘅北企嘅提供所來看，也到防疫人員為慰問，也到啲防疫期間真然係做到非常辛苦哦。係我呢，佢哋安排也時間呢，咪為許多新做上風苗附近呢來食暗肉飯，食啲暗肉飯也會去往一個新做嘅湯府園，希望你同大家呢來講，嘅新做真係係當好了。然後嚟到天公園嘅時間呢，為許多討厭呢遠外唔講幾片，除呢為許幾片款嘅非韓國種面受到疫情疫情影響都帶有結態，韓國呢尤其係為特別去檢查講，有企業幾乎嘅一類防疫類試驗站，陳時中呢咪為許多現狀呢來好好表態加檢查。都係拜六時節，認真講也有當到演示到搶定，希望呢陳時中許多幾片呢來同家到聽隨小觀光。從呢台南市長王偉在啲當久以前呢就結見先同陳時中先約好先祝福好嘅。嗰種呢啲都係拜六時節呢為許多台南幾片有2年以來行上，從用呢咪係為來聽隨小觀光。談講呢一下個縣市政府都準備嘅個縣市嘅農體產，希望呢一下做嚟係人工增強吃補助嘅一啲陳時中呢同家到來聽隨小。你看到其實到拜五嘅時間呢，陳時中許多討厭嘅冤案唔講，做嚟看到按到馬街諾。其實呢，一類冤案唔講係按關於動鐵片咧，其實一類客家唔講。最講呢，先前呢都有人講，客人呢大部分呢都係啲卡鹹散鴉片，唔過呢其實啲海水鴉片呢係有按嘅客人同客家文化。一類冤案唔講，就係按關於一類非常重要嘅代表。許多討厭嘅冤案唔講，唔但想做嚟是海產，韓國呢採
体呢没有同丰富的文化，都同一条海洋有关呢。像我讲一条ખે五樣啊，韓國有一條結沙文啊，韓國有像有人都見呢係像存一些些的人，係會盤呀快樂國，也都係許多幾片，可能呢大家呢去留了時間呢，千萬注意到在地前特別的文化，都會擺5個時間一嚟。服務中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會去到桃園的雲關五公幾片來聽隨州幾片的觀光，希望呢大家呢雖然講一下還係防疫期間，不過呢大家假使做好自己防疫措施，都做得盡量安心的注意留了的。也做喺現上，下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嘅新聞重點，相同親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繼續收聽下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新鮮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還有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